手啊！2026年嗰張揮春你千祈咪亂貼，貼錯方位分分鐘將運氣變煞氣啊！記住啦，2026年咧有2大關鍵方位，第一就係東南方，係九紫有8星駕到，佢掌管一切嘅喜慶同埋姻緣嘅。第二嘅話咧就係中宮啦，係18貪狼星坐鎮，佢就係今年嘅貴人桃花位。如果想2026年咧貼婚添丁，就貼紅色、紫色、粉色嘅揮春喺東南邊。如果咧係想催旺人緣貴人運嘅話咧，可以喺中宮嘅位置貼金色字體揮春，但係咧就絕對禁忌貼藍色啊、黑色啊，或者係任何帶水、帶刺圖案嘅揮春嘅，咁就會潑熄晒啲喜慶啦。第二嘅話咧，如果想攬實個偏財咧，就貼金色嘅揮春喺正北方位啦。最大嘅禁忌咧就係貼一啲正啊、呢一類字啦，或者係擺雜物啦、放垃圾桶啦，都會壓住個財星嘅，阻住個財路。總括嚟講，貼揮春嘅玄機咧就係迎吉星避凶煞，係吉位貼啱寓意同埋顏色咧，就等於幫吉星加油，保持方位嘅乾淨明亮，就係最基本嘅尊重啦。